出門去旅行，寵物變咗留守兒童，喺屋企放試食瞓咯。1個禮拜之後，以為返到屋企會臭氣熏天，但係竟然冇事，因為屋企裝咗通風系統同空氣淨化器。接近10日冇人打掃，5隻貓喺屋企，返到屋企依然冇乜異味，飄下嘅貓毛大幅減少。通風系統負責室內空氣流通，顯著改善室內通風。Airpros 空氣清新機就負責處理室內嘅貓毛、皮屑同氣味等問題。Airpros 作為專業空氣淨化器，去除臭味只係基本功能。作為一部全能家電，過敏源、細菌、病毒以及新屋裝修後釋放嘅甲醛、苯、TVOC 等污染物都可以淨化。桶形結構同濾網都係部機嘅賣點，不但好襟用，而且出風口完全冇污染物，密封處理保證過濾空氣質素。最底層嘅係初效濾網，過濾灰塵、毛髮等污染物，真係唔敢想象貓毛好似蒲公英咁飛下。特別係換毛季節，啲貓毛成間屋都係，就靠呢層濾網我先透到氣。中間係一個5公斤嘅無膠活性炭濾網，能夠分解甲醛、過濾苯、TVOC 同埋貓嘅異味。雖然裝修完一段時間，但係有咁多櫃，持續釋放嘅甲醛不容忽視。最上面係專業醫療級濾網，對有寵物嘅家庭非常重要，可以過濾各種病毒同污染物。自從用咗 Airpros 之後，細佬嘅鼻敏感都冇再復發。部空氣清新機真係功不可沒，佢嘅外觀算係行業中非常出眾，操作簡單方便，5寸觸控大屏幕，各種數據一目了然。App 遙距操作亦非常實用，真係睇得見嘅專業同安心。空氣淨化器已經成為我哋屋企必不可少、提升幸福感嘅家電。喺自己能力範圍內選擇專業有效嘅設備，真係非常明智嘅選擇。Airpros 專業空氣淨化器。